立法院今仔日处理变形公投提案，以52票赞成、49票反对，直接送到立法。泰国一个11岁查甫囡仔偷驶厝内货车出门，结果失控启动着一阵回响，造成9个人死亡。Google 公司因为涉嫌把 Android 手机拢爱安装 Google 应用程式，孤占市场，互后面罚41亿欧元。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伫咧台中清水的中联油脂公司有一批沙拉油，互人验出1级致癌物超标。台中市是按厝展开稽查，嘛公布受影响业者。目前是已经回收超过17吨有问题的油，也来用这批油做出来加工食品，经过评估了后是暂时唔免落架。我们目前持续的回收中。那回收呢是目前有17.42公吨的量。中联油脂致癌物超标的油品1300吨，卫生部食药署公布，泰山、福无油、福寿3间业者受影响的产品总共18项，其中6个品项对通路下架回收17.422吨，拢封存伫咧地方政府的卫生单位。苯并芘呢，它除了我们卫生安全标准以外，其实在加工制成它本身就会有产生。那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就会下降1层。食药署讲，这个案件依照食品违规案件、产品下架回收封存消费阶段处理原则，第8类违反卫生标准是采取第1站产品下架回收措施。也若果做做寄回吧，沙拉酱这款产品无包括在内。在清查的过程当中，那我们也同时做几件事情。第一个要求它停产，到底发生在哪一个关节出问题哈？那现在由专家哈以及政府单位正在了解当中。这批有问题的油品总共1300吨，其中福无油脂588吨，福寿实业421吨，泰山企业291吨，各在做做22个批号18项产品。中华关卫生局公布泰山公司上新的调查结果，因的油主要卖予全联、大全联。抑个万家户这款大型连锁，抑个80多间小型业者，全馆下架980公斤。依法规是半年一次。哦，对，我们3月11有验的，3月11。所以这4月的料号就没有。对，因为法规就是这样规范，我们是照着法规在走。台中食安署公布有问题油品，福寿实业卖予包括贵族世家、美食家食材通路86个业者。福无油脂是卖予贵源食品、广达乡食品、联合利华、线庄27间，一个广达盛康、金华国际酒店、路易莎节日咖啡、老协珍、汤庄的有111间，总共224间。一若湘北的教育局统计，有54间学校的营养午餐不使用有问题油品。台北市政府讲，已经要求学校通知所有家长，一若业者爱有风险下架。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提出变形公投提案，主要是要针对性侵、苦毒囡仔，还有诈欺等罪，希望会当有吓惊的效果来减少犯罪。今仔日立法院是以52票赞成，对49票反对，直接送到立法。也若讲到现此时有咧实施变形的国家，上通人知的就是新加坡。只要是16岁至50岁的男性有牵涉到这案件，安尼你就有可能会互判变形。局计是说24个，而且一届就会甲处理好势，袂讲伫遐分几啊届安尼。这24个看起来敢若是无啥真济，毋过其实迄一个xuất落是会溜皮佮溜骨，尻川互人拍甲开花，互人是真惊吓，嘛感觉真见笑。最近甲国民党中央沟通之后，国民党立委洪明凯等人所提出的变形公投，最差伫立法院表决，内赢立委52票赞成，另赢立委49票反对，提案过关交立法，调解协商。未来还有1个月的朝野协商冷冻期，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透过公投的一个推动，来各自的好好思考一下，我们要的台湾社会是什么？鞭刑是追求公平正义，鞭刑是希望能够让加害者在犯罪之前多思考一下。我们党团一致的决议，我们就是暂时不做任何的赞成或反对。延过8位民众党立委拢无投票背书，态度保留。国民党团已经提出反废死加变形的公投，按算国要撒重启核电。民众党团是提移转投票，交通罚款专用公投，要拼公投北大选的事情。因若变形公投的提案主文是针对
性侵害犯罪、虐待诱动罪、高压诈欺罪，一个复合形态加重诈欺罪，情节变形。民进党立委讲，变形恐惊和台湾的人权评价倒退，全国性公投也开上议。他们认为所要收集民意，其实在立法院里面，你要修一个法，你可以办公听会，可以办座谈会，可以经过非常多场委员会的讨论。为什么要搞到公投？为什么要因为这个题目还要花好几亿？国际上有变形的国家，新加坡上有名是由法院判决的司法变形，适用的案件包括性犯罪、抢劫、毒品。另外，马来西亚、文莱、伊朗、阿富汗等国家，大部分拢是伊斯兰教法内面的刑法。台湾是毋是当引入变形？法务部北讲，可能会抵触宪法甲违反联合国两公约。社会正反意见差真多。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天气真热，台北市设像这种炸热的所在，煞互人质疑讲，为着设这，煞甲原本会当有像的树仔刷走，实在是头大过身。不过工务局是解释讲，这是为着配合道路改善，才会安尼做。小巨蛋外口掠日头的雨伞，有真侪人徛伫下骹避日头。最近常常有这种极端寒冷的天气，台北市正式掠日头雨伞也变作选择的话题。小巨蛋掠日头雨伞的厂商盛动营造，互人讲是进前市府伫咧撒假气球，不过验体却是中国制造才停来厂商是共一间。这样子跟机器狗是完全两回事情。好，虽然都是盛动，但没有问题。好，所以这两件事情还是有义务来跟市民说明。好，那不然的话就只是一句话带过，是真的有点可惜。我们不要再让这些公共建设变成信任的危机。伫信义区秀珍港的掠日头雨伞，民进党议员质疑，伫市府大楼东北边本来就有树荫伫咧，因过市府煞甲树仔刷扫，结果开钱去掠日头的雨伞。台北市工务局澄清，这两丛树仔并不是因为要做掠日头雨伞才刷扫，是配合市府工程附近道路改善，甲无障碍人行空间工程才刷去南港公园。内政部的市区道路的设计的标准规范特别提到了，通行空间必须要用连续性的设计，而且不能够有妨碍行人安全通行的这个障碍物，所以我们就进行树木的这个移植。因为小巨蛋掠日头的雨伞，加智慧型假气球，拢是盛动营造，互外界质疑。黄一平讲，小巨蛋即马所使用的自动开合的掠日头的雨伞，主要是提供整体公用利益。对于所来所有的标案，拢会用重新公开评审的方式进行。记者综合报道。天气热甲挡袂掉的，毋若台湾。法国南部最近因为小影的关系，发生几落场野火，观光景点嘛跳离2000多位游客。日头赤影影，虽然有性命，甚至是有民众为着抢买电风或者是冷气，转来起冲突。大火甲高烟冲上天顶，法国南部拄着有史以来真热的天气，甲连续真侪礼拜抗旱，真侪所在发生严重野火，风阁真透，结果野火就一团一直烧。当地有名的度假胜地也赶紧撤离6个露营区，超过2000个游客来到临时庇护所，大家真惊，袂少路因为火一直烧，爱甲封起来管制。On a vu les fumées et avec le collègue on a vu, on cherchait après nos gamins, on a pris peur et en courant on a regardé vite fait, on a vu que ça prenait vite. 官方估计，这波真热的天气已经伫全法国造成至少2000人死亡。即阵真侪所在实在热到要死。伫巴黎郊区天也袂光，卖场就排队排真长。铁门一个开，民众大家都冲入去，要抢买冷气甲电风这物件。圆点头传的冷气甲电风只有几10台，一个坑去启动抢了了，大家拢要买，结果物件拢无够，所以大家就安尼挽起来，要有人相拍。警方只好出面来维持秩序。To begin with, advertising aircon isn't really normal. You know that maybe 100 people will show up, but they only make 10 units available. It does indeed lead to things getting out of hand. I find it hard to see on what grounds we could ban this kind of practice. 让人烦恼的是，当地气象局警告，新一波的真热的天气要过来啊！官员恐惊，予这个野火炭烧更加严重。消防单位正继续伫南部山区甲真水导火所在抓水拍火，也过风真透，也过打水环境，互拍火是更加困难。在整短时间内，恐惊也无多受伤。公视新闻徐佩酸编译。
泰国有一个11岁查甫囡仔偷驶厝内车出门，结果煞失控去弄到当咧化验的一阵火箱，造成9个人死亡，8个人重伤。一个囡仔嘛去互警方暂时收押。画面上，这个穿白色底衣的11岁查甫囡仔，就是偷驶厝内pickup货车弄去整理的嫌犯，人是惊遐袂定，由警方暂时收押。伫无偌远的车祸现场，这台咖啡色的伊苏苏pickup货车，万把甲引擎挂是坏了了，车顶甲受害者的物品落甲满世界，规个如苍苍。事故地点伫泰国东北部的莫达汉府，外电报道指出，34个警力当摆入行路，强pickup货车就弄过来。伫现场的警力讲起事发经过，有关是心惊吓。มีรถกระบะคันนึงคือไม่รู้ของเด็กหรือใครก็ไม่รู้ขี่เราฟาดขึ้นมาอยู่ระยะอย่างเงี้ยชนเผาขนเลยพุ่งใช่ไหมเนี่ยไอ้ผมนี่กระโดดนิดเดียวโยมนิดเดียวกระโดดลงเลยใครบอกมานะแล้วก็ครูกับผมอ่ะกระโดดแบบลงเนี่ยลงข้างทางเลยอ่ะจากองค์ที่9รอดโยมองค์ที่3ไปปุ๊บเหมือนองค์พระลอยตุ้ม因为嫌犯简单11岁，依法袂当单独接受侦讯，所派警方上将伊带离开现场，暂时收押。会会同社工进行心理评估。另外，因为重伤的警力至少8个人，莫达汉府病院嘛呼吁附近民众通好来关怀协助治疗伤者。公司新闻7家人朋友。委内瑞拉顶礼拜发生大地震，超过2000人死亡，目前是还有上万人也未找到。不过，车里传出好消息，一个掉伫咧砖仔堆内底的人，经过8天，总算是互人救出来。委内瑞拉日前小连续发生规模7.2到7.5的大地震，2届之间干达人39秒，造成将近6万栋建筑物受损，或者是放弃。放弃的大楼内底，一个查甫人掉伫140吨重的后皮仔内底，8天了后疯救出来。告诉大理解，医护人员表示，这个查甫人会当讲是完全无受伤。地震发生的时，这个查甫人当咧 shopping mall 边的停车场上班，向时伊当咧专用的警卫室内底值班，嘛加在有制作警卫室伫边仔建筑放落来是加保护，只是救援的过程由于不利惊险，有几6届大火临时通道放弃。截至目前为止，这2届地震已经造成2300人死亡，数万人失踪，伤者超过11000人。¿A dónde estás? ¿Alcanza a llegar la luz de aquí arriba? ¿Estás bien? Sí, estoy bien. Lo que pasa es que las piedras me tienen mal la espalda. ¿Estás herido? No estoy herido, sino que las piedritas me tienen incómodo. ¿Las manos no las tiene lastimadas? ¿Ah? ¿Las manos no las tiene lastimadas? No, las tengo raspadas. Ok, si gustas, pasamos a lo del agua para que después tenga un poco más de fuerza. Okay. Tú me avisas cuando tenga la manguera. Sí, ya. ahorita va el agua, Hernán。地震发生到今已经超过1礼拜，毁坏的建筑物一个一个红标记低的符号表示已经检查过，无人幸存。目前亲属志工甲救援人员将目标转换做敲找罹难者遗体。美国北部沿海地区的一间麦当劳，嘛互改做临时病院，专门救治伤者或者是动物伴。Aquí hemos atendido desde una cesárea, fractura, personas con hipertensión, desnutrición, todo lo que es esa parte. Aquí tenemos la primera parte de triaje, tenemos farmacia, contamos con veterinaria, un equipo de logística también, el equipo de almacén, que es en la parte de arriba. 美国官方统计，要临13000人无厝通回去，因简单当困伫街路、公园，或者是伫空地搭临时布棚。警方是加强巡逻，以防止抢劫的事件发生。不日个幸存者可能会面临粮食危机。世界粮食计划署6月底呼吁大家做伙总5000万美金，甲美国50万的民众提供3月日的粮食援助。公司新闻新录播编译。Google 公司因为涉嫌逼 Android 手机拢爱安装 Google 的应用程式，有cố占市场的行为，去互后面罚41亿欧元，下代票1500亿。虽然 Google 一直上诉，不过最后也是互最高法院驳回，就要乖乖落钱。后面伫这场科技史上上悬金额的法院就占诉讼是得到关键胜利。欧洲最高法院初二驳回上诉，判定 Google 必须要纳41亿欧元，和代表是要1500亿的罚款。已经拍8年的法律大战总算确定，到这是真正结束啊。First, dismisses the appeal. Second,
orders Google LLC and Alphabet Inc. to bear their own costs and to pay those incurred by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这个案件找源头爱到2018年，伊当中欧盟执委会是认定 Google 利用旗下安卓行动作业系统的市场主导地位，逼手机制造商必须将 Google 超吹 Chrome 浏览器和应用程式商店，用这来甲竞争对手剪掉，还43.4亿欧元。欧盟普通法院在2022年第一摆审理的时阵，甲罚款是小可调降到41亿欧元。不过 Google 是持续上诉，主张这案是欠根据，就敢若是定法创新。不过欧洲最高法院在7日判决是全面驳回 Google 和母公司阿法贝的论述，要求两间公司做伙承担罚款和两造的诉讼费用。对这 Google 是发出声明表达遗憾，因强调讲这项判决并无去看到 Google 过去为着确保安卓系统开放、互通和免钱，因投入大量的心血和投资。不过，事实上，这不是 Google 第一摆在欧洲踢到铁板。在过去的10年期间 ，Google 是因为各种违规和独占的行为，在欧盟累积的罚款已经买110亿欧元这么多啊！在这项指标性的判决，会当看出是大幅提升欧盟对大型科技公司的监管信心。4个大头在欧洲的独占地位，可能要注意啊！公司新闻是非常不赢。镜头换来看世界杯卡球赛，今仔日是葡萄牙甲克罗埃西亚来相战，尾也是2-1，葡萄牙才赢。这场比赛也因为有 C 罗甲莫德里奇做先发，两大球星来对决是变甲真有看头。讲到莫德里奇，伊是克罗埃西亚的传奇队长，伊捌参加过5届的世界杯，加起来是已经代表国家踢200场比赛，而且伊嘛带领球队伫咧前2届得到亚军甲季军的好成绩。不过莫德里奇伊今年是已经40岁啊，这届可能就是伊最后一届的世界杯。也 C 罗带葡萄牙拼入去16强，接来是要甲西班牙来拼输赢，展开精彩的2-2半岛内战。继续换来看西班牙甲奥地利的比赛，这场是西班牙以3-0踢赢，成功拼入去16强。台湾的选手成功外销去法国，不过巴基斯坦的选手就无遮尔顺利啊。受到中东战争的影响，运费压悬，再加上气候变迁，这巴基斯坦的选手今年败市，外销的量落3成。巴基斯坦南部印度河流的区域，当年6月拢是选手大出的季节，在地真出名的品种信德里选手，国际嘛是俄罗斯的特质。不过今年受到美伊波湾战争，还有附近的国家阿富汗地缘政治愈来愈紧张，加上温度愈来愈悬，互选手出口减30%。虽望选手伫咧在地绩效无悬，不过巴基斯坦国内因为电钱、油钱、通货膨胀率关闭10%，民众生活拢成问题，为出口转做国内买卖嘛完全无路通行。मुल्क की हालात आप देख लें, महंगाई कितनी अरूज पर है, आमदन कम है, अखराजात ज़्यादा हैं. वो पहले अपनी रोटी का करें या हमारे आम का करें, ये तो आसाइश में आ जाता है ना। 气候极端化，予巴基斯坦5月温度就飙到摄氏40度。最近这几冬，高温嘛已经变作是真世常的代志，地岛造成严重欠水的问题，还有山野各样。海塘嘛真严重，连山野种植的面积嘛开始倒休。Climate change has brought in quite a few challenges, and first and foremost, challenge of the climate change is that the pest has become intense, it has become severe, and it has become difficult to control. 阿富汗、伊朗甲波湾国家拢总占巴基斯坦山野出口量的80%。不过自2020年2月开始，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爆发严重的军事冲突，互阿富汗甲边界全部关起来。巴基斯坦当年甲阿富汗出口买2万吨的山野，阿富汗毋但是巴基斯坦山野重要的消费市场，更加是巴基斯坦进入规个中亚市场的重要道路。另外，美伊的波湾战争爆发，核武器海峡封锁，燃料成本起哩，嘛互外销运费起4倍到5倍，造成巴基斯坦市场败市、果子园破产的问题。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甲山野同款，有袂少人介意食果子，阁有一项就是榴莲。马来西亚今年榴莲大出，不过因为外销运费伤悬，这高级的榴莲无法度保存了上久，怎啊伫咧国内俗俗啊卖，互当地民众是食甲笑嗨嗨。
马来西亚的街道四界拢是榴莲的味，今年因为天气好，榴莲的产量出现惊人的大爆发。现在榴莲的价格啊，就是第一方面就是产量多了，啊，今年比去年多了大概是有4成到3成，啊，多了很多成了。那个榴莲变成了今年的价格最低了，啊，比那个20年前的价格更便宜啊。产量大增加，加上榴莲9分落落来的季节袂当放过暝，农民敢来当长工采收，暂价卖。真侪高级的品种计销大半，爱40零价的鸟山王，甚至有的红扑价个位数，互消费者冒死啊！ Oh, it's definitely cheaper than the price that we usually buy back at home. So usually it's about, we purchase durians like 3 or 4 times a year, and back at home it can get up to 50, 60 ringgit a kilo, but here's like 8 ringgit. You can get it for like 11, which is so much cheaper, and I think we've bought a lot more than we usually do anyways, yeah. Because they ship to China and it got even more expensive. But I think this year the weather is good. And yesterday we saw it's because of the shipping charges. A bit it's very expensive now expensive. because of the most of the food is still here. Locally now. So then Malaysian will get to enjoy cheaper durian. 马来西亚的民众食甲笑嗨嗨，农民却是笑袂出来，因为油钱大起，唔但出口的运费大增加，连肥料的成本也对立起价。肥料现在肥料也是起大价吗？就是油起价都是肥料起大价了。以前1吨才1000多块，现在1吨要6000多块肥料，变成它的价格会高很多。马来西亚的民众食榴莲食甲饱饱，甚至希望搁较俗价。这互海外介意食榴莲的人是心善甲对心肝。农民是期待出口的需求会当增加，那无就只有是甲这委屈甲辛苦拢囤北来。公司新闻林义竹编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咱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再会。